各位听众，现在播送南京市越剧团演出的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实况录音。剧中，梁山伯由祝水昭扮演，祝英台由小水昭扮演，祝公远由商方辰扮演。先请听《别亲》。他是哪里有你？
一笔之之间，倒不是切出不挂，变成来不一不挂，一助你呢？恰也是的。是。员外，不挂先生请来了。请进。是。先生，请来。员外在上，不挂人留心，一望看住。谢员外好懂了。请问员外婚事本府？正是本府。此事亲生相婚。迎接八岁相婚。请问员外有无你啊？谁相与相聚啊？谁都是事无不容。为此预约众生得了一命，以自己兄事中，在亲近飞来一步。请问另外今年有几岁了？今年200，无有初5岁嘞。此事内幕不来。去到司马，更是大吉大利。这是如是的，这是如是的。小丫头消极什么？还不将现在得了下去。弟弟，是你应得。应得，你尽管息怒你母亲。弟弟，女儿巧他的卵子一无破绽，你至今送给俺女儿出门到死去了，真是无脑。当你老在你来日的功名，那女闺女配暖美，总算你挑到女儿呀，与我最美把子为名。弟弟，你爱巧他的卵子，连弟弟也瞒不了，死去是万无一失。谁不叫我当上老母心牵挂？愿望与我进行半生之中，早晚与我不死。弟弟，你好比路面所美意。愿望小姐在家庭花了真是是如此的。自己他家办事生，连愿望都认不出自己亲生女儿，一笔之事情，还是让小弟出门做事的好。不是，弟弟，因为你去不得，想你是穷差之女，怎能跑的路面问起让谁？要不是为我苦听先生来复交代。弟弟，请长人有明事。终于明事，怎能离是个女儿？女儿一定要去。这部千金之女，允许进入，有甚其错？弟弟，这副本是思想门第，还是愿去就约，为的是此事失礼，还是也曾请弟弟这个
故事与赵大哥他们去，本是一代才女留名千古，难道女儿就遇不得他们吗？这个看女儿的私生节，要是赢得真的能成为一代才女，弟弟，你答应了？也罢，赢得你死去小官人子，可不要如此出贼，三夜入门，无需所费，倘他家有妖子，一进家私即走回来。你儿三命。请听草桥接拜。看他们也是赢的模样，说不定也是个死去的。等兄请了，小弟只想有礼，小弟只想万里。请问仁兄，不就此真姓大名？小弟姓周，名应德，人长女作家彭正子，闻闻仁兄事。贵气两三分，两人兄棍全人都是，正是你呢。小弟相声方式就有，好，敲击敲击，请坐。你们到哪里去的？到这的死去。我们你是到哪个的死去的？正经，来敲就了，小弟。小弟好多的对象，你怕什么？我想，要是小弟们也都是那种事，那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仁兄我的仁兄有所不知，夫家与母相救美，长命伶俐人情美，nhà lòng hy vọng thân nam nữ情义丝袜齐贤配，此番就约上
家男儿不须经世道，女子倒是也应该。再怪弟弟太不正，终于留下了小九妹。了得到嘞，了得到嘞！哎呦，人情深情，自动太配合，男女都是父生，女儿也该都是这样。本村话讲气功气功。不在那天下乱子一模样，难得他也为女子把不平。想在这两位的有世间上，我有心与他结为兄弟们。弟兄，表弟的言只是难以启齿，三兄有告前无不着命，此处表弟谁也了。将来被父兄救无敌，也无美来也无忌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对于弟兄新婚的，我亦有与你两七八，一次你弟兄可愿意？都让干兄我前妻，情难几辈为兄弟，上次都是有两位，小的那位不愿意。此领路离北相走，这便是何是好？不妨他出为强，请问弟兄今年28？哎呀，我一人7岁了。有道是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，令我再添一把，再添一把。爷爷请让弟弟秀一把，表弟也有一把。就眼睛在天主不家不两相顾，家顾。你看见师傅大万事本人要眼睛挑情上。爷爷请两兄弟。请听脱媒。
大在我的儿娃呀，想起此小诗人，说家到年年有庙会，城里人叫我拜拜。两兄弟有大在他陪你，愿的你不必怒气生。你看，你就这篇文章是好，你看看。梁相公先生婚礼。哦，有些愚兄这篇文章是好，也介绍人兄去的来。小弟，员外又有心来了，是吗？不是又来听我的委屈？银心，你要不是小心了事。我现在也想起啊，是吗？因为你还与我也相告，没什么，是吗？因为
与我坐下来讲。师母啊，老子教诲恩是黑，有人的师母好看嘞哟，可惜师母啊。明白，母啊，山上飞，山上飞，我与妹啊，去南海，应对女娃在江方。叫张天，师母心里我早明白，你早就明白了。手中举牌，有盾牌，教育师母。在西大路的有专贼，万桥义兄两三杯，唐代师母来若在武大勇气在心为。请听18相送。啊。
兄要打也不难，李家有胆在个好，只可惜如愿呀怎能盼？哪有父母家用？你不见慈母带你离乡，他叫你两兄争亮也得我。几个父子也得我，你从今我家我两
两兄可有期望配，你嫂子与兄已婚配，今岁相会有来，啥日两兄你听理令，小弟请你做大媒，愿你替我来做媒，但不知前景是哪一位，就是我家小舅阿妹，一子你两兄可惜哎，舅妹今年有几岁？以我童年乃是长发配，舅妹与你可相调，平毛就像我应来，一次成发肯不肯，家务中先来。多别给你来做朋友，两兄弟花轿上来陪，不压力七巧之事，记下了。家嘞，请听丝柱下山。
一次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离岛归去。三分，我有一事真要问你，是母亲家三分你来。应得与你东堂共斗与三分，他为心子你苦命人，你死去四分好应得，虽然你他高贵之多，还是女中才。眼里为家当发问，师母啊，你问那的女他是一回，他领地语音三相通，公母替他主大人，一个女子有分。爱不是眼里要女人，三分呀，因为原是女子难。是女的。应该是女的。应该是女的。是不是嘞？我与她同住多年，应该她夫妻姊妹既与婚呀离当举亲，明生你兵临险身，想山到应得去吧。有些事有些事我先爸爸有道备。请听回忆。我
两兄长是一女大，因我地多大家来，我家有子好女大，两兄要打一步难。我知道你家女单虽然好，只可惜路远遥远，本门开。亲戚不义，情非大，鸳鸯配在头上。他得到两兄啊，
我知道一生看见无开口，哪有父母教育？哎呀，眼里比得真不错，我三番真是个眼里路啊！万千的不同我家。阿伯，你我好比牛郎织女，不家家来不家家。我的天上到了请听劝婚。
了，你是为子啦？我怎么不是？这是一头发材料平地，遇到时候法庭地才必有喜事来是呀的。喜事，喜事，冤枉弟弟，因为你的喜事来了。今日妹在我家里，为我家女儿听视频，使劲派在陈荣熙做家门的不放财。弟弟家女儿同当开，铁丝两人真心为，弟弟家女儿还有谁？他就是有财有势，他就自知马门贼。女儿不配，没道对真实不配，女儿不嫁，为何不讲？但愿侍奉弟弟终老此生。为无业无伤，杀得你离开西夏，怎能女大当家？女儿年纪尚小，为我岂能误了儿的前程？女儿不愿。你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样在做私事情，莫非宁熙？你被小姐做私赛在做了些什么？讲。年轻，但是无法。小姐在行城做私散在，女监察规矩200-300两过200-300，你就进来盈盈不离。哦，在把你送别堂领小弟话，小弟还请看是君美。原来是此。巴不得好意相传不息，下原来在挖有了日女情，难怪姻缘你不暖，多为老母一片心，始终为我分天地，那与为女私定情，马家是与美与平与不明，2-3月他与我作家难联姻。弟弟，情事已有，不必多言。请听仿注。
交际下律。看在您心去中间，早知道应得三杯家庭前，发不得稀饭菜他不会，才得我破业贫中归当前，如今他本是亲自须马家应在不及一三千，俺见那马家人去替谁急？冤枉！一听苦人将小弟请下律来。小弟他日跑，小弟难以下律来背冤枉！两三吧。两年内是否以谁论理？调配马的本府王妃他大人见了。哪里？两年内将是卢国谁？调配在这朝府一向对他大人亲爱，不困，日来往往应该言意。两家公卿有所，你是弟弟，相公你是妹妹。两年在元朝日内，亲自四方稍足片刻，当你应得出见。来，为两相公四方稍足，不得怠慢。两相公请。请小弟下律与可讲话。是。且慢，请叫小弟先来接我。应得一些马家亲，这马家亲我马家的贼，才知三百余本位，将心不断的律不给。应得两三把房里来了。两兄在哪里？两兄在哪里？我看你外事不见得好。弟弟，我与两兄年纪近蛮同
场反贼，他愿到来帮我欺负不起。你已是马家的人了，女儿离山意云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与父母所知。外望弟弟，你女儿长定情绪，无媒无凭，做事不对。有四目为媒，又正在为凭，于理无愧。应得你弟弟，马家来是专营世家，在有为义。两家虽然病我也是亲不人家。应得你放肆。我的女你不给，这天无你。王弟弟是女儿三个母亲，自是为民在理，西国为地。光阴子弟儿媳，儿女的风分，你咋说家有个美意？你要加马家，我在难同你。对对，你他在，岂不知山中是贼，乃是天经地义。丽莎这迷着无着必为，不但愚着妹妹，因为离犯所不容。应对为我并在哪一件事情会义从日理，基于婚姻大事必动为系，为我一将的失配马家是万难这个。你的战法有天白之意，就容你一切。你呀，好意相婚他，叫他领子和女。你爹有尽量相顾，因为只要女儿文明，有色礼数。你们把同两年人，因为他来兼顾两年人，连兄啊，也在远高到婚期，怎么知不你来梦里？那有事情都是为天才解如海月，他现在与我与家为，家定了这事难更改，最好谁为的两眼贼，你从好生到谁不应该满足你归因为你有三法乃至几百兄妹，要好好看待，才与本界铁嘛。我不回家要分家规，这个哥跟我来，相公不可放肆。
两兄，在我死的时候，我与你兄弟相配，如今你飞扬放胆，万事陪你爷爷万事，两人都是自己。我是女把难上里给兄弟相称，事情不妨该称兄妹，爷妹两兄，这里不是讲话四次，到小妹四楼小走，此次最好，此次两兄亲，爷妹亲。请听楼台会。兄之后，言往好。两兄此来万事如故，万事难当。与兄子在地到此，一向受不大人情恩，来往一家兄妹，兄妹。那一位天上老大送离婚，离婚家有小弟妹，他名常年住的妹，与兄子在地等人亲。
我的终身美。红红的火心，有给我脸上就少美啊！两兄啊，因为有件伤心事，要将你生。奶嘿。你我之间万一什么话不好说，当讲何方？两兄，小妹始终为你为累，弟弟做主。以前小妹的终身，许配马家脸。马他爹的儿子马文贼。两兄，两兄。对，马文珍，两兄啊，难道是小妹的心意？你上公司，母亲唯愿嫁与马文珍。爷妹啊，我与你天不三人情义嘞，我心中只有你做应的。你弟弟做支配马家，离开花把亲事的。不言人先上把几把平开，居在马家聘我妹，真乃是弟弟失了母女的心啊！他不肯把马家亲开。弟弟不肯把亲配，两家花家先来的。皇上请来老师母，坐下厅上坐起来，听来就是玉栓在那金金装在酒馆内，玉的玉栓在，难道不能夫妻配合？玉的玉栓在，我的本应真上代，妻子你我是作子，无人当他是平啊妹。就算是无人当他是平妹，我也要与你生死不要家人人上当人当，预定嫂子就下来，就怕礼物出原委，他不给启禀爱父独拉婚姻完大的，不要到当时亲人的马文在，他头点去看牛在，对上当时惊讶来，好在为官是亲生，得到龙来，不把拉开。两兄句句此心话，小妹狠心一般
从头下面分明白，岂在草桥两几杯，东厂公斗与三丈山，心头一相近爱，我知心早许你两三杯，可期待你宽采无语儿还有是因来面偶尔曾去乃安开，可期待300里向东方定路，我一片真心土回来，我叫你比作鸳鸯等上辈，我叫你牛郎织女把桥回，我叫你轻松上上来照应，我叫你观音堂上把堂杯，我眼神留下品味肉酸菜，还拜托师母苏大妹，也好了相为之蹊跷人，林荫外尽看秀美，三翅膀有情人中门生全手啊，三尺小眉毛姻缘了，两兄啊，我与两兄那人对，弟弟用了马家妹，我与两兄那人分，弟弟受了马家贫，我与两兄那人女儿，弟弟赢过了马家军。两兄啊，弟弟之命不难为，马家事大。
两心相照人家女，才知道今生难娶你做女儿的，我门外对无此说，无爱还的变人鬼。两兄，你且慢呀等等我心灰。你可知道我为你一路之上奔腾，欢迎是两兄。
请听《山伯临终》。二郎为元中作家为人了，应该是母亲，你可曾在他眼下三辈临终之际，并无希望得救的命，殊死无妨，不也为自此不来。本来是应该一是大家人，而那日若见一面已不能，他遇上天下情事法，亲笔写了这一封信，召集平日诗文稿，叫为娘大为儿媳陪。母亲大为应来心上面也而为，他知道此生难来心意来，他望我自在与才会，可怜我可归相思人中阿定，害我们生离死别那两位。
迎，像是谁村姑娘出嫁。像是因为他到马家去了，母亲患了耳鸣不久，而死有就请听吊孝哭灵。可怜。
谁知道你还有老来做，谁知晓西洽的叫不要叫，谁知道三表官里来人去啊，谁知晓李大人我如同恰脚，谁知道大红花轿报你家，谁知晓我把一束我来雕莫不是南沙当着老兄弟，你爱的来，你爱开，莫不是他不想亲临四张同呀呗，你爱的来，你爱开，莫不是他不想莫否自己亲手在。两兄啊，你爱的来，你爱开，莫不是无人披毛把晓得，你爱的来，你爱开，莫不是南山路小妹中来到两兄心脏
请听逼嫁。
女儿就一手弟弟。意料甚好，此时弟弟也要依我一句，讲弟弟。当家女儿有事来举盆，叫爹两三把大灯，叫儿三千四年抓掉顶到家分，应该要把一束我弟兄的来应得今在那家里去提，谁能去把三姐妹？弟弟上次都答应要我上家万不能。一把无需一力，可有一件，必须瓦面彩虹，一面之法，既为自由，希望马家交把天地，说署长不得有误。最后，请听倒木化蝶。
位听众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南京市越剧团演出的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实况录音，编辑徐家瑞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各位听众，下面请听越剧《谢瑶环》中梦境音乐，由浙江越剧二团乐队演奏。
节目播送完了。青色相欢，迎接宝色相欢。请问人话有无你啊？虽小女相聚啊，虽都是事无不容，为此预约众生得了一命，以自己兄事中，在亲近谁来一步？请问另外今年有几岁了？今年2半。我有出母生人，此内母不来。去到司马，更是大吉大利。这是如是的，这是如是的。小丫头消息什么？还不将现在得了下去？弟弟，是你应的。应的，你尽管息怒你母亲。弟弟，女儿恰生乱子，一无破绽，你至今送给人女儿出门到死去了，真是无奈。当年到这里来日去不明，那女闺女才断美，总算你挑到女儿呀，与我嘴里把子问你。弟弟，女儿恰生了乱子，连弟弟也瞒不了，死去是万无一失。谁不叫我当上老母心牵挂？人话与我进行半生思动，早晚与我不是。弟弟，你好比路面所美意。员外，小姐被家庭花了生死是如此的，如今他家百世生，连员外都认不出自己亲生女儿，也必是自己还是让小弟出门做事的好。不是，弟弟，因为你去不得，乡里是穷差之女，怎能跑的路面闻其让谁？要不是为我可听先生来复交代。弟弟，听上人有名事，终于名事，怎能历史个女儿？女儿一定要去。说不前妻之女，允许其用，有甚其错？弟弟，这夫本是思乡门第，还是愿去就用，为的是此事失礼。还是也曾听弟弟说过，古时与赵大夫差文起，本是一代才女留名千古，难道女儿就遇不得他们吗？这个和女儿的私生间，要是应得真的能成为一代才女，弟弟，你答应了？也罢，因为你死去小凡人子，可不要如此出人，三言有问，无需说别，倘他家有要事，
一进家事即走回来。你要三命。请听草桥接拜。看他们也是因力不样，什么的也是个死去的。等兄请了，小弟只想有礼，小弟只想万里。请问仁兄，不就是真姓大名？小弟姓周，名应德，历日长女朱家烹正子，问问仁兄事。贵计两三分，两人兄棍全人都是，正是你呢。小弟相称方氏就有，哦，敲击清楚。你们是到哪里去的？到这的市去。我们也是到哪门的市去的？正的，他敲得了，小弟。小弟好多的对象，你他真难。我想，要是小弟们也都是在读书，那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仁兄我的仁兄有祝福不家与不相救妹，长命伶俐人情味，家龙与龙谈难遇，今日是话几千回，此番就要上等，九妹一心相同嘞，我家男儿不许亲自道，女子都是也应该，才会弟弟才不走，终于留下了小九妹。仁兄了得到嘞，了得到嘞。仁兄人情深情，自怒才。
的一言，只是难以启齿。臣兄有告其父，不受命，此次表弟谁也了？想在北府兄有无的，也无美来也无忌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对于弟兄新婚的，我已有与你两七八，一次你弟兄可愿意？不等分兄我前妻，情难举杯为兄弟。上次都是有两位，小的那位多愿意。此里如离北相送，这便是何是好？不妨插土为强，请问弟兄今年28？哎呀，我一岁7岁了。有道是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，令我代添一把，代添一把。可是在旁相逢，小弟的心思我明白，两家不家是谁明我，害他有得有罪，倒不是有老人的定分，但是我做大妹。委屈了，人家不一定陪我去看委屈，不必理当委屈。几时多生，我向丁明先生明在一朝等人，是人好，一路小心。银心，你要不是小心了事。我是这也上去啊，是吗？因为你还与我也相告，没有什么，是吗？因为与我从下来讲，是吗啊？老子教会恩子黑，有等你思路好，看来有可惜是么啊？不得喝掉几杯两三杯，东厂工都有三张杯，这是我早已明白。母啊，三张杯，三张杯，我与妹可去南海，因这女娃在江方，子母啊，因美缘子叫张天，子母今命我走。
梁山伯，常得师母来若神武当，勇气在心怀。现在故事多几句，三不有得也有人。师母愿意做他辈，梁山伯配早已不念之梦。请听18相送。请听脱媒。
家到年年有庙会，城里人叫我拜观音。两兄弟有大在他陪你，愿地你保庇怒气在你看，你就是篇文章之好，你说说。梁家公先生婚礼。哦，有些愚兄这篇文章之好，也得找人兄去之来。小弟，员外又有心来了，是吗？你不是又来替我们委屈？各位听众，现在播送南京市越剧团演出的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实况录音。剧中，梁山伯由祝水昭扮演，祝英台由小水昭扮演，祝公远由商方辰扮演。先请听《别亲》。
今日不知他人情，今将我世上人，他是祖先妻女，今也是描龙虚无，谁会美？我有心叫他好生气，真的是美女真美才完美，我有心不叫好生气，越怕他病是坏心贼，世间相遇心不定，冤枉，小弟不错了。你既不是大惊小怪的冤枉，小弟想就要上身，真为冤枉不答应，因此小弟心烦恼，于是功德得了病。平生中带来病死的老大人，这故事如此好，哦，让我去看来。冤枉，小弟好容易赶不得的，请冤枉不要紧，定了他。他是哪里有你？他是哪里有你？啊，冤枉！一笔之事情，倒不是切除不挂，今生来不应过挂，一助你呢。恰也是的。是。冤枉，不挂先生请来了。请进。是。先生，请进来。冤枉对上不挂人有情，一把看住。谢冤枉。